大家好，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孔克文。先开始先来关心的是香港。香港的民警自本讲今日要发起的832游行，和警方驳回，最后宣布取消。啊，不过因有强调讲，后面会继续用这诉求来申请游行，一直到会当通过。啊，香港警察伫昨日24点钟呢，连续大量人嘛。起诉了9名反送中人士，这内底也佫包括着民运领袖黄之锋甲军啊位的立法会议员。被指控伫咧6月2日爆回警察总部事件，涉嫌煽动加参加非法的集会。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加成员周庭30被逮捕。伫咧晚暗6点外交保，2个人决定行说香港当局在判法院。All we ask for is just to urge Beijing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withdraw the bill, stop police brutality, and respond to our calls on free election. Even I've been jailed for 3 times, and I need to face a trial on 8th of November, which means 3 months later. But we still keep on our fight. We shall not surrender. We can see very clearly that the regime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create a white terror to try to scare Hong Kong people to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movement and i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future. 反而甲案件押到11月初8搁再提审，黄之锋讲9月以外会照计划到台湾访问。香港政治主席联络案因为无伫咧香港无出庭。另外，主张港独的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离到要坐飞机去日本时阵，也被警方扣留。就民主派沙田区议员柯水虎第30以阻碍办公为由被逮捕。好心林鄭月娥放過香港人，放過我哋嘅年青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沙田區的議員也出面聲援，叫林鄭月娥愛放過香港人。另外，立法會議員鄭松泰、陳文豪、區諾軒也攏被逮捕。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孫曉蘭因為涉嫌損害財產被逮捕。因為情勢緊張，明年8月31日的遊行被警方駁回，之後宣布取消，也向市民道歉。係會繼續以同樣嘅主題去申請遊行，直到成功為止。係啦，而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不停咁作出呼籲咧，係啦，就叫一啲咧和平嘅人士咧係盡快離開嘅，係啦。咁我哋嘅目的都係回復翻個社區嘅秩序。香港警方強調，喺咧拘捕嘅時陣是未考慮對方嘅背景或者是政治立場，是公正處理事件。路透社是報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北向北京遞交反送中抗議人士5大數據嘅評估報告，認為這會修訂逃犯條例會當幫助化解政治危機，嚴告北京高責林鄭提起，並且要求袂當答應任何一項。林鄭是喺 FB 破影片講電銷香港這個家。大家在咧討論是唔是對兩部甲遊行在咧表態？記者綜合報道。咱看到一寡參與反送中抗爭行動的民間人士，也是議員事後互人掠起來。即馬香港民間團體是認為，香港政府即馬唔拿縮減合法集會權利，更加掠示威者。嘛有這民主派議員認為，這恐驚是在製造紅色恐怖。这里就是灣仔警署，上午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以及成员周庭呢，就是被带到这里来。而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很多的媒体，而2个人呢，下午即将被送到西灣河的東區法院。第81個集會進前，對民間人士到區議員攏去互掠起來。面對反送中的抗爭，香港政府則講要溝通，啊，不過民間團體感受到的，說是合法集會申請去互刁難，應該要有權利去互限制減少真濟。你合法遊行也不可以，因為他所有的遊行集會他都不批准的話，那就變成你要出來集會的話，你就要冒這個違法的險，然後他可以以後秋後算賬的話，他也可以抓你。進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面對抗爭有考慮引入緊急法，用法治的手段來以暴制亂。香港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表示，今麥香港政府想要製造香港戰亂的氣氛，就有可能趁這機會引用緊急法，禁止人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而且把香港的經濟毀掉，等於講是大家做伙死。把整個社會放這個紅色的恐怖之下，根據立法就是簡單說就是無法無天，它不需要經過立法會
同意，他可以做什么也可以，可以停这个互联网，可以充公所有人的财产。虽然无人知影讲敢真正会行到这步，啊，不过香港政府一直抓人，而且民定发起的831游行无去互核准，这个代志互民间团体甲议员拢研判，会引起反送中运动更较大的抗争。记者综合报道。毛尾看到今仔的报纸有一寡重要的消息，先来看是自由时报，这卫福部所属的医疗单位讲，最近互陆续的病毒攻击，大约有50多间医疗院所的电脑主机防锁掉的，威胁讲爱汇这比特币的赎金，啊无就要甲这资料抬掉。即马主案人员嘛，当地抢救这资料调查局嘛，当地调查。来看的是这中国时报，教育部是宣布讲5年内要开50亿，提供这大专学生伫校外租金的津贴，啊9月份新学期就会当启用，就会当使用咯。另外，也可以补助学校来改起一寡这新的宿舍，啊嘛要引出大学。会当做外口的一个大型的主体，办学生的社会主体。所以来看是联合部这劳动部含着已经的食物外送业者开会，恐怕算要定这食物外送作业的安全规则。亲像风台天啊，只要宣布停班上课，就应该爱停止外送的作业。啊，毋过另外嘛来建议业者，上无嘛爱替这外送员来保险。继续来看，就是蔡英文总统那对着香港即马的掠反送中人士这件代志，呼吁香港政府爱用镇压的是无法度解决代志。啊，这行政院长苏贞昌有那伫面册顶悬表示，公民的自由随时会当互当政者凊彩安尼剥削，这伫台湾即马是无可能发生的。香港反送中社运，3个少年的社运领袖陈浩天、黄之锋、周庭这人拢有抓起来。总统蔡英文下晡来到逢甲大学参观学生宿舍，特别讲到对少年人的关心，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多多来参详，逮捕镇压是法度解决代志。政府这种用逮捕或者是镇压的方式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要做的就是跟人民好好的对话对于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一些在过去他们所做的承诺，以至于对人民的期待也要有所回应。屏东邦寮乡政顾问李旺基到香港了后失去联络，总统也表达关心，强调了委会已经介入了解。面对香港反送中社运人士被抓，总统蔡英文被表达关心，也过回答问题却是真小心。经历人生的一关又一关的考验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勇敢自信那么同时呢国家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他们那这是我们我相信全台湾人都是这样想的。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伫脸书顶面就讲甲较直接，伊讲香港敢若为少年民运领袖遭到港府不明原因逮捕的消息，香港今年已经成为公民的人身自由随时应被当政者凊彩剥夺的所在。这款的情况伫台湾无可能发生，台湾人也绝对无法接受伫这款的政权统治下来生活。香港伫不到24小时内底，连续甲最为异议人士抓起来。分别以陷害他人无经过批准的集结，也有组织这罪名，伫机场地铁3家厝内底被抓，也引发各界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是这选举消息，这明年这郭台铭应该会参选到2020总统，伊结束中党行程倒转来台湾的时，有那宣布讲这沙特阿拉伯是有来这约束，讲若伊会当选，就会调降签证费用。郭台铭的幕僚刷来有那讲，那郭台铭要参选，一定是独立的参选人。9月17之前会做最后决定。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讲，那真正郭台铭无要选，伊就要来找宋楚瑜参选，看是不是会当听下伊。起义吗？中秋起义吗？退出党籍怎么办？打结束中党的行程，回来台湾媒体问讲，当时要宣布参选，郭台铭无加讲啥，啊，毋过伊当场宣布，甲沙特阿拉伯方式会面了，对方答应，若是伊当选总统，会调降台湾去3个月签证费用，会给我们很特别的价钱就签证费，希望呢，这台湾中华民国能够跟沙国呢，能够开始呢，大家能够建立有更多的经贸外交往来的关系。
各三个讲到签证费用，贵代表要参选的态度真明显。传出讲亲民党有意思要用政党推销的方式，互贵代表门票来参选2020。贵代表的目标第一届开嘴讲，贵代表若是要参选，会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来参加2020。郭台铭先生他有决定要参选的话，他会以独立参选来做参选人。不会跟任何政党合作的意思吗？目前没有这样的考量。9月17号之前，我们一定会跟大家来宣布。贵代表看起来就是想要选，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特别发声明，甲贵代表甲王金平来发声。面对历史关键大是大非，请贵王两个人以大局为重，暂时较委屈的团结帮助国民党。贵代表的幕僚是回应讲，贵代表以台湾大局、以中华民国为重。王金平方面是表示，所作所为拢是要维护中华民国、保护台湾的主权。另外一方面，台北市长郭文典接受《天下》杂志专访的时阵，第一届讲到，若是贵代表无要参选，9月17以后，就要找宋楚瑜来参选，讲要来给伊提名。对啊，9月17号是我们自己去联署嘛，靠我们自己力量去联署嘛。那过了9月17号之后，那除非亲民党要给你那一张门票，亲民党那个就是完全是，就是说，这操之在人，不是操之在我嘛。所以这个就不是那么有把握。2020大选，过关王三个人合作革命，即马佮加上亲民党，一定会拍乱拿力选战的卡路，嘛互2020大选的选战增加佮较侪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慢慢看到这个市场韩国瑜重要的市长选举的政见之一，爱情摩天轮，即马市政府开说明会，共有40间厂商参与。毋过讲的几人啊，底基地拢毋是市政府的资产，所以有闹议员咧批评，市政府也未甲这土地真正讲好听，就讲要来招商，根本是在骗人。在厂商甲高雄港区看落去，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期间一直强调的爱情产业链正式召开招商说明会，首先是要来兴建爱情摩天轮。这个还要看厂商的意愿，还要经过一些土壤的调查，还有跟相关有关的单位来协调配合。不管怎么样，高雄市政府一定会从招商，如果成功之后，会从管理的角色转化为厂商的伙伴关系。现场也公布爱情摩天轮可行的4个所在，包括高雄港的4号到8号码头、16到18号码头、21号码头，也佮位伫爱河上游的中岛湿地。不过3个所在拢伫高雄港港内是国有土地，一个是私人土地。港务局讲，今年5月已经甲市府讲，多数码头有爱使用，敢若剩一块2公顷土地应开发。伫说明会结束了后，议员也批评招商是骗局。高雄市政府真的能够取得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机关，包括中华民国国有财产署，包括交通部航港局这些机关的同意函吗？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担忧哈。这一场招商说明会千万不要变成是一个诈骗的说明会，因为八字没一撇，如何让大家来投资？不过市府强调是正做招商的介绍角色，若是有厂商愿意投资，会协助取得土地。港务公司也好，土开公司也好，他们所提出的20公区的开发计划里面呢，其实本来就是我们3方要共同协调。我想这不是单方向。市府认为努力打拼就有结果，希望年底能正式招商。而韩国瑜想要兑现政见，同时也无用伫参选总统，不过党内整合无进度。有立委提出加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搭配，赶紧来出行动来团结。不要有求任何的位置，也不要谈任何的位置。今天国民党需要的是大家能够放下个人，以大局为重。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立委都有很多的焦虑。无要求要什么位，不过如果支持立委，到底是不是愿意2个人搭配？韩国瑜对此也未表示态度，而朱立伦的讲法也真保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啉酒赛车新的制度7月实施了后，这啉酒赛车出代志的事件嘛是也够真多。民间团体是来批评讲是毋是政府宣传不力咧？交通部表示，明年3月有新的法，会来针对着定定安尼做的人，增加这酒瘾的治疗，加重酒精数。顶个月，台中一个婚姻人伫透早互啉烧酒的开本所车的人弄死。7月新制度实施了后，酒醉开车造成事故永远不是发生。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顶半年1月到7月，酒醉开车事故死亡人数81人，比去年同期49人是悬出一倍。这是大家还不了解这个严重性，投机的心理还没有被拿掉嘛？所以这个宣导。
要更强力。这个新制度加重酒醉开车罚则加坐公车的人的处罚，警察也扩大来检查。看一下7个的处地有8546件，比去年7个9000多人较低。不过酒醉开车造成死亡的人数一共有6个人，超过去年同期的2个人。而交通部讲会加强宣导，明年3月对酒醉开车累犯会有新制度，新增加爱治疗，也加算酒精数。都已经由公路总局会商对服部在讨论当中。另外，针对酒精锁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是请我们财团法的车辆安全审验中心去参考国外的规定的研拟相关草案。那我们最快是预计9月要邀请相关业者讨论。针对5年来2摆酒醉开车被吊销驾照的累犯，必须爱上防治教育，也是讲治疗，才法度重新来考取驾照。重新考驾照了后，车必须爱强制加装酒精锁。新制度有计明年实施。这阵草案意外在建议，只是这阵汽机车若是安装酒精锁，有未少的状况爱克服。像是机车装设酒精锁，可能会有风吹雨淋开歹去。要这阵酒精锁已经有及时回传侦测结果。而市面上的有红型酒精锁提供一般开职业车的人使用，针对累犯的犯罪型酒精锁，认为需要新增加防备警示功能。比如说，我今天这样副驾驶吹，可不可以？在行驶的路途中，需不需要抽测？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一台车周遭的人知道说是酒驾在开车？有业者讲，酒精锁计销大约在4万左右。另外，治疗这阵是无相关法律规范，也有公路总局甲卫福部进行研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海军准爷第2港口训化工程打算要伫第2港口的外海起一条1500公尺长的布花，不过这含这主管的鹅寮渔港离800公尺尔，当地渔民讲会造成因讨海作业的困难。有那呛声军方若无要来协调，因会发动海上抗争。即寡停伫咧蚵仔寮渔船甲竹排啊，一工上无出海一届。不过当地渔民发现，未来海军会伫海上起1500公尺长的布花，渔民出海港口甲预定要起的布花，干那200公尺。渔民认为安尼船无好驶，而且布花完成了后，渔民就该驶更较远的路，一抓上无爱增加3倍油钱以外，而且该面对更较大的风险，若是无细致就会出代志。你军你要做，你嘛是爱讲，互阮遮渔民的生活去啦。你无阮先抽提的空间，阮根本遮渔民迄个200几只竹排啊，根本单就收起啊，无头无路啊。渔会表示，军方去年4月份甲7月份伫渔会拢有召开一届说明会了后，就无通知后壁要安怎处理。不过2届会议拢无甲地方达成共识，所有渔民表示，工程小连续来发包，准备要动工啊。是希望他能够提出具体的说明书，然后再召开，让渔民召开一个说明会，让渔民了解他们要怎么样去做那个施作情形，那怎么样来保护我们渔民的一个工作权来如何来让渔民有一个生存的空间。海军司令部强调讲，左营2港口训化是国军的重大建设，对国防安全的影响真大。专案委托成功大学评估过，对渔民的影响无大。不过会收集渔民的心声，还有因的诉求，积极来甲地方沟通，而且会请法律顾问来研究补偿的法规相关办法，希望讲会当保证渔民的权益，嘛会当互建设来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先来看到国际方面消息，飴风多利安讲是正向伫个美国这边，这礼拜可能会扫过了这美国佛罗里达中部，加这沿海地区可能会做水灾。对于外太空来看，这多利安的云真高嘛真实，伊个范围嘛豆啊个分化。佛罗里达那宣布讲要来进入紧急的状态，敢若伫太空中心的人是无用地刷这火箭发射器，有那提醒遐的民众，像无爱欠起工的饮水甲食米。CNN 有那来指出，多利安这飴风将可能会成做因东花30年来上强的飴风。嘛要看到这美中贸易战。这中国即马是表示讲应该避免贸易战来侵权，有那暗示中国暂时未来采取报复，有那有可能伫9月份和美国这边重启谈判，就那鼓励着美国国企。美中贸易战若像有较小套的模样，中国讲可能袂对美国最近贸易战的举动进行报复，就算中国反制手段有够，不过考虑到最近的情势，应该优先避免战况升级。我们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取消对5500亿美元
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防止贸易战继续升级。中方正就此与美方进行严正交涉。因为受到贸易战较烧热的气氛鼓励，而到美国股票三大指数收盘拢起，道琼指数起326.15点，起1.25%；标准普尔500指数起36.64点，起1.27%；纳斯达克指数起116.51点，起1.48%。If we start to see signs that a resolution might happen sooner, like potentially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n I think there's reason for the market to move higher. 高峰讲，美中双方当地讨论9月份敢是要去美国谈判，当地继续有效的来沟通。双方经贸团队确实一直保持有效的沟通。关于细节，目前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通报。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m not sure they have a choice, and I don't say that as a threat.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 choice. 美国预计伫12月15针对中国的手机、notebook、七头米啊，还有衫来克15%的关税，而且按算针对25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对25%的税率，搁提悬到30%。最近美中双方是要安怎谈判，嘛变做市场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金门有千个队员在做资源回收时，发现讲2个插克内底拢是毛笔字的纸，文书工作者指出，讲这应该是清朝的乾隆甲民国年间的古早的地契甲买卖契约。这2个茶盒内底有几台纸，面顶真侪楷书，写甲满，内底有真侪拢是清朝的地契、买卖文件等等。这是金门金城镇的清洁队员日前伫咧管理体育馆头前做回收的时阵所发现的。文书工作者指出，为这历史文件会当找到200年前金门社会活动的痕迹。这种民间书契，它基本上没有官方的官方作证，所以我们也称作白契。尤其有些币制是呈现有阴银，我们的制钱还有同源，那不同的币制也可以反映当初我们的币制活动情形。经过金门镇公所的整理统计，这古契约总共有46件，上载是200多年前乾隆时期有4件，佮加上嘉庆、咸丰、道光等等，保存完整的清朝契约书总共有42件。林经云指出，为这买卖地契蚵仔田的记录，会当看到清朝到民国初年声明大海罗南洋讨谈的移民条，和金门真正是大海式的交响，见证一个大时代。因为保存这些文物需要一些设备，需要恒温恒湿的一些设备，那公所可能不管人力或经费上，可能也没办法去做这些保存的动作。虽然在地文书工作者希望这文件会当伫金城原地保留，也毋过考虑到文物的保存需要相当的设备，镇公所后续会将这文件交予金门县文化局来做保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袂少人会饲这4脚豆丁，也是龟来做宠物，毋过有一寡问题。今仔下晡3点的行奇美亚生态馆的节目有介绍。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附近，绿鬣蜥很喜欢在河边、大排水沟边的这个树上。因为民众弃养造成生态危害，美洲绿鬣蜥也佫共款伫咧涂骹白的蛞蝓、龟甲蛇，是两栖类也是爬虫类咧。甲爬虫类上大的无同，就是两栖类一定会有变态过程，会有人饲两爬类来做宠物，亲像两栖爬虫类的李正章。厝内就超过1/3的所在是两爬类的生活空间。因为毕竟我的缸子还是对他来说还是不够大，所以偶尔就会把它拿到客厅里面来，给它活动一下。哦。然后这只是红南美蜥。红南美蜥。但它的下巴鼓鼓的，很像那个仓鼠。不过可能有人因为搬厝或者是各种原因，无想要饲啊，就甲因带到野外放生。不过真侪两爬类是外来种，也因此若断开了就变做入侵种，而且唔那是食歹外来动物，才会造成生态危害。假采的蜥蜴，它一样是会影响原生植物的一个问题啊。其次是什么？其实是它会吃农夫种的菜，这个叫造成农损。外来种动物所带来病菌，较严重的有高端螺旋体加沙漠式杆菌，容易和接触过的人感染，而且死亡率也不止高。所以专家请大家爱注意，要饲之前爱先思考，
进行饲料就要负责任，绝对袂当弃用。记者综合报道。要来看到今仔的天气，在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4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3度。来看到这南部地区有的所在拢会落雨，温度是25度到32度。在东部地区有哪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5度到33度。外岛平有金门马祖温度是26度到31度。感谢详细收看，咱再会。